什么都不好笑，唐老师，关你什么事？疯掉了呀！上课，挺好，挺好。嚯，从这儿摇过来以后，像个小鹿。那学生怎么办呀？我体质一直都是生孩子的体质。来个10遍，我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哎，以前天天玩泥巴，现在是大建筑师嘞。一起来配合范老师完成这堂课呀！这表情有那么重吗？有爱是我。3、2、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。下到横店去。所有喜剧演员都在这里，有意义，还有温情，还幽默，你肯定得看呐。那在这里推荐《我和我的家乡》电影《我和我的家乡》，国庆电影院爆笑来袭。关于这部电影，在幕后有更多的故事。锁定 B 站纪录片频道，我们锁定 B 站纪录片频道。B 站纪录片频道，我和我的家乡电影幕后纪实节目，电影幕后的纪实节目，你感兴趣的视频都在 B 站。9月19号，9月19号，我们在 B 站不见不散。那我们在 B 站不见不散。